际刑事法院发布战争罪逮捕令，罗西亚总统普京抑阁去视察互因占领的马里坡地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去访问罗西亚。美国前总统川普讲，家己会互人逮捕去面对官司，影响到竞选总统，所以伊就呼吁支持者去抗议，佮话要抢回国家。厄瓜多顶礼拜六发生规模6.8大地震，至少16个人死亡，而且有一间海边的博物馆嘛放弃5000外件文物浸伫咧海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0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叫大家做伙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今仔头一条新闻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伫咧台湾时间暗时6点外去到罗西亚和普廷会谈。习近平坐专机去到莫斯科机场，现场有罗西亚的官员和家己队伫咧欢迎。接落就坐车去和罗西亚的总统普廷会面，食暗顿。按算明仔载阁要举办正式的会见仪式，双方嘛来会谈，阁签署文件。接续带乡亲做伙继续来看，伫咧顶礼拜17，国际刑事法院则针对这个战争罪对普廷发布逮捕令，不过普廷无咧要伊，昨伊个去视察，互因占领的乌克兰的马里坡地区。但即马习近平嘛无咧惊，互国际点油做记号。伊讲伊伫咧挺罗西亚，伊有缘照即个计划去访问罗西亚见普廷。佮讲伊要做公亲来促进俄乌和谈。不过美国认为讲，中国要促进俄乌无条件停战的主张，等于是放任罗西亚占领乌克兰的土地，也会互罗西亚有休喘的机会，通好重新准备开战。所以美国表示会反对到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到莫斯科做3天的访问，20下晡单独甲俄罗斯总统普廷见面食暗顿，日展开正式会谈，按算要签署2份文件。这是习近平自2021年俄乌战争以来第一摆访问莫斯科。真济专家分析，这也显示中国对俄国支持，同时也提悬美国的压力。That is designed to show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that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aligned and that they stand in opposi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does pose challenges to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in the democracy realm. 中国并不加接西方对俄国制裁，这摆访问俄国期间，拍算签署文件，包含2个关系政治新时代宣言，加上方未来7年经济合作计划，因为俄乌战争也无停战的现象。习近平这摆也要扮演和平大使角色，想要说服俄罗斯无条件停火。不过美国却提出反对，支持中俄在中写国际游戏规则。Coming out of this meeting, there's some sort of call for a ceasefire. Well, that's just going to be unacceptable because all that's going to do, Mike, is ratify Russia's conquest to date. All that's going to do is give Mr. Putin more time to refit, retrain, reman, and try to plan for renewed offensives at a time of his choosing. 习近平搁一摆连任国家主席，是自邓小平以来掌握上侪权力的中国领导人，对外关系也可能影响对抗甲更加强的路线。华尔街一报道指出，中国想要运用俄罗斯的关系对抗美国，只要甲普廷讲新地区会由中国主导，唔是俄罗斯。公司新闻杨眼评价。罗西亚总统普廷19向向去视察，互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马里坡地区，这是俄乌开战一冬外。普廷第2届去到战场，而且嘛是上接近前线的一届。乌克兰的总统府顾问就批评普廷，好亲像罪犯，佮走转去案发现场，欣赏互俄军砸甲毁了了的城市。俄罗斯总统普廷由副总理库斯诺林陪伴18出现伫乌克兰东部的马里坡，参观马里坡强县。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普廷第2摆访问俄罗斯占领区域，也是上接近前线一摆。为展现亲民作风，伊个亲身开车伫马里坡的街路，到当地一个新起好的主题区巡视。Будем расширять. Можете пройти посмотреть, если желание. Комнаты, если хотите. Если удобно. Мы даже не верили, что мы в этом году получим. 马里坡伫经过火车战斗了后，去年5月落入去俄罗斯的手中。普廷这摆先到克里米亚巡视，了后搁访问
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指挥中心。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伫推特回评，最烦恼是会登去犯罪现场。马利坡数千家庭的杀人凶手去欣赏这个都市，正做拍远。批评普廷毫无悔意，其实你即摆高调访问前线，无到48点钟进行。国际刑事法院伫10日则对普廷发出逮捕令，指控伊非法绑票乌克兰囡仔犯战争罪。俄罗斯搁一摆强调，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无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认为证据得到心中。Прояв терору проти українців держава зло відповідатиме. Цей тиждень, що минає, нарешті приніс дійсно вагомий міжнародний правовий результат для України. Дл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і є ордер Міжнародного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суду. Мы считаем юридически ничтожным любые реш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уголовного суда, которые мы также не примем. 国际新闻陈慧晶报道。咱的前总统马英九打算伫咧3月27要去中国，讲要陪望要制作，也佫有带一阵咱的学生讲要去做交流。虽然因无按算讲要和对方的官员见面，嘛无安排要去北京。不过这是74年来咱热任的总统头一摆去访问中国，受到各界关注。而且伫咧进前2015年，迄当阵的总统马英九就捌和习近平伫新加坡会谈。即马落任嘛，佮要做头一个要去访问中国。国民党这边是乐观来看待，要促进两岸的交流。那民进党是表示，惊即抓会去影响到国际支持咱对抗中国的威胁。前总统马英九要伫3月27至4月7去中国制作，会带青年学生甲对华学生交流。这是74年来头一个踏入中国的中华民国卸任总统。各界关心是不是会甲习近平见面？马英九基金会表示，无安排去北京。我们没有规划到北京。那这一次大陆方面也是用马英九先生来尊称他，对岸会用这个尊重、礼遇跟安全的原则来接待。是毋是甲对华官员会面？肖旭银讲，看主人的方便。马英九一定3月27坐飞机去上海，28拜谒中山陵，31甲武汉大学学生囡仔座谈，4月7日去湘潭市湘潭县白石镇制作。对团学生囡仔是安排去衡山，4月7日甲复旦大学学生囡仔座谈，4月7再去登来台湾。我相信马总统一定会坚持中华民国的立场，也能够对于民众对国民党的期待做出回应。我们也希望说，马英九前总统这样的一个祭祖之旅，不要造成国际对于台湾在于这个两岸关系上面，在国际社会上面的信任上面出现一些疑虑。总统府表示，已经收到马英九出国访问的申请，望马英九这届会当展现民主价值甲两岸交流对等尊严的立场。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银伊讲，马英九卸任了后，依法管制出国3年到2019年，暗过互蔡政府延长管制2年到2021年5月19，国家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等到今年两岸疫情缓和，才规划相关行程。但是各界嘛关心马英九去中国，随后可能无法度配称。国安局是讲，当地议定警卫计划有完整的安全维护部署。中国国台办是回应，欢迎马英九先生来访。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和南韩举行领袖峰会，重新推动日韩关系。这是让日本首相菅田文雄的支持率升关5.3%。不过，南韩的民众却对总统尹锡悦正不满，唔支持率超过60%。再来看韩国朝鲜日报讲，美国和南韩当咧联合军演，美国派出 B-1B 轰炸机来参与，北韩打个向东海射飞弹来表示抗议。英国 Times 报道，瑞士信贷出现债务危机。瑞士银行集团伫咧19宣布，以30亿法郎（大约代表992亿）来收购瑞士信贷，确保瑞士的经济和全球的市场稳定。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科学家对查新冠肺炎的源头。世界卫生组织 WHO 指出，中国武汉市场的猫可能会带病毒传染，不过相关的数据却让中国暗藏起来。
就要来看华盛顿邮报，罗西亚总统普京和西方国家制裁孤立，不过即马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拢去访问罗西亚，显示反美联盟渐渐的形成。南韩和美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总共要演习11天，是美韩上侪天的一摆军演。美国阁派出 F-16战机甲上强的 B-1B 轰炸机。北韩为着要反制这届军演，唔那射飞弹，嘛宣布进行核武的战术演习。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还阁带伊的查某囝同齐去观摩。各种战机列队乘坐倒美的二型，整齐飞过空域。南韩甲美国为13开始展开11天的自由之盾2-3联合军演。这个演习的空中部军南韩出动 F-35A 战机，美国是用 F-16战机甲 B-1B 轰炸机参加。地面部军是送来一架合作代表上大组织步枪的 M777 榴弹炮来投入演习。M247A1 howitzer is a 155 projectile shooting cannons. It has a capability of shooting 15 kilometers at a time, probably a longer range than 119ers infantry cannons. It takes about 6 to 7 crew members to shoot it. Usually a good crew member could shoot it in a successful mission within a minute. 这届军演是两国联合军演历史上时间上过一届。面对这届演习，北韩唔但一直试射飞弹反制，佮伫10、8、19举行核战术演习。19迄一天发射的地点大道飞弹，伫拍到目标进前飞差不多800公里，嘛是北韩今年第7届试射飞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就佮带着最近常常出现的查某囝金珠爱来观摩演习的专程。韩联社报道，北韩表示，只有攻击敌人的实际能力，保持随时会当精警、精准的实施核打击的战备状态，才会当完成协助阻止战争的战略使命。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20日指出，金正恩表示讲，国家随时准备做核攻击来阻止战争，而且指责美国甲南韩认为敌人对北韩的侵略行动是愈来愈明显，真有需要北韩加倍加强核战争的威胁力。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来看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讲，家己会伫21互人逮捕去面对官司，安尼可能会影响到伊要竞选2024的总统大位，所以伊就呼吁支持者爱去抗议，佮话讲要抢回国家。那推特的执行长马斯克嘛表示，若是 Trump 即届真正去互人掠走，安尼民意就会互伊得到胜利。佮调整2024大选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佮写入司法公布。伊18突然伫家己创办的真相社群发文讲，家己利益会互逮捕，呼吁支持者抗议，佮夺回咱的国家。川普无明讲涉及倒一个案件，也过外界认为应该是甲正式女星国防女丹尼尔斯的封口费有关系。川普2018年向媒体揭晓，2016年竞选期间，伊的私人律师科恩捌摕13万美金，挂400万代票的封口费，爱丹尼尔斯唔通提起伊甲川普10年前有过婚外情，违反竞选财务规定。Did you know about the $130,000 payment to Stormy Daniels? Then why did Michael Cohen make it if there was no truth or allegation? Well, you have to ask Michael Cohen. Michael's my attorney, and you'll have to ask Michael. 川普起初一直否认后来承认付款，也毋过强调并无违法，也毋过检方一直无放弃调查。就伫川普讲家己会互逮捕了后，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随批评检方滥用权力。就连已经甲川普行个人路的前副总统潘斯，也认为起诉带有政治目的。It just feels like a politically charged prosecution here. 特斯拉甲推特执行长马克思搁较发文回应，若讲川普真正互上口带走，会互伊伫2024赢得全面的胜利。也毋过前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籍的佩洛西表示，无人会当伫法律之上，搁批评川普煽动支持者。也有法律专家分析，检方应该会避免互川普伫媒体镜头前失职模样。
former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be dragged in front of a scrum of reporters.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perp walk. He won't be put in handcuffs or shackles. 也毋过强调，也是会照定序和川普翕档案相片，通关伊出庭。川普进前已经表明，无论安怎拢会参选到底。专家指出，照美国法律调查未影响川普的候选人资格，伊确实会当继续竞选，也可能利用案件提供家己的政治消息。公司新闻请评论。镜头来看，南美洲的厄瓜多伫顶礼拜六发生规模6.8大地震，至少有16个人死亡，而且嘛有真侪建筑物损害去。另外，伫咧亚洲的孟加拉，有一只马术失控摔落去高速公路骹，有9公尺深的沟仔内底，已经知影有19个人死亡。浸伫海的博物馆，敢若剩顶半截厝顶看会到，厄瓜多南部太平洋外海拜六发生规模6.8的强烈地震，全国超过一半的省份甲附近秘鲁北部拢感受到有害。除了民家、病院、学校倒去受损，伫厄瓜多玻利瓦港码头，超过60年的海洋博物馆嘛倒去，救援人员被船仔想要去抢救已经浸水的5000件文物。Dios mío. No importa, no importa. Tranquilo, ya pasó, ya pasó, ya pasó. 所有公开画面显示，今日地震来的时阵，厄瓜多当地现场直播的电视新闻节目镜头开始海，一个男主持人看这个情形，唔对，随起身走；另外一个女士嘛，惊甲大声喊惊险。节目因为安尼被中断，这届汹涌来的天灾至少夺走16条人命。南美洲出席高中方济各礼拜特别为罹难者祈福。镜头换看孟加拉，一台前半截已经弄甲密密麻麻的公车，警方证实，迄个时阵车顶载43个乘客。礼拜早起8点，这台车经过中部这条公路的时阵，汹涌冲出路边的护栏，为9公尺差不多3层楼悬的所在落来，落伫下骹的沟仔内，造成19个人死亡，25人受伤的悲剧。এই ঘটনার যে মৌলিক কারণ এটা আসলে আমরা এখনো সুনিশ্চিত নয়, তবে প্রাথমিকভাবে আমরা ধারণা করতেছি যে আপনার যান্ত্রিক ত্রুটি হতে পারে, এটা চাকা বাস্ট হওয়ার কথা আমরা শুনতে পেরেছি। 孟加拉因为道路甲车辆老旧欠缺维修，常常发生交通事故。去年因为车祸死亡的人数有9951人，创下历史纪录。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欧洲最近也是断咧欠水，尤其法国面临着64冬来上严重的可旱。伫咧西南部的一个湖，拢大窟窟无水通灌溉，甚至去影响着观光产业。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骹的蒙贝尔湖已经大家看到湖底土拢闭起。这个湖所属的阿列格地区，伫2月降雨量减少80%，当地芳船俱乐部的船无法度航行，敢若会当挖伫湖边。Normalement, on a des compétitions, nous, de niveau national, régional, qui débutent en janvier. 湖水消失，毋但芳船产业规个话停，观光商机也消失。蒙贝尔湖是人工湖，面积超过570公顷，以前是一大片森林。1985年灌水造湖，当初是为了农作物使用，尾仔渐渐出现人来露营，也甲健行步道。当年吸引几6000个游客来佚佗。以往近期这个湖有60%的湖水，即马剩25%。Le lac de Montbel, en fait, c'est la garantie du revenu. Il faut être clair. Sans eau, dans nos territoires, il n'y a pas de viabilité de nos exploitations agricoles. 虽然马斯克龙的田是为阿列格湖，为了节约用水，按算今年甲玉米产量减少50%至60%。农业已经有人改种一寡较耐打的作物，像讲高粱加日头花。Là, on a vraiment des conditions. 2022 qui sont d'ailleurs une année moyenne de ce qu'on rencontrera en 2050 avec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Le barrage de Montbel est représentatif de cette situation déficitaire et de ce niveau de remplissage qui est loin d'être optimal par rapport à ce début de saison et de l'étiage qui va arriver. 法国甲欧洲大部分所在同款是伫咧冬季可旱期，所以咱人愈来愈关心规个欧洲大陆的水资源情形，也因为气候变迁，这种的困境恐惊会真严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科技的发展和运用，让人类的生活愈来愈利便。来看法国的人道组织将车改造做行动走卡，让敢若会当住伫简单的房间内底，即寡移民嘛有所在通家己煮食。另外一个非洲的赖比瑞亚是利用一只有装10台电脑的行动合适车，让偏乡的囡仔嘛有机会通学用电脑。这台车看起来就亲像一般伫卖食食的行动餐车，毋过餐车顶头的人甲物件煮好了后，毋是要卖互别人，是要炸转去家己食。Habite à l'hôtel, il n'y a pas de cuisine. C'est pour ça je suis là. 这是国际人道组织救世军伫法国城市马赛所发起的活动，将餐车当作是行动的灶卡，逐工伫街头提供予需要的人使用。因为根据因的调查，法国有几啊万个为世界各国来的移民，住伫设备真简单的旅馆，根本就无法度家己煮食，佮加上经济条件无好，买袂起较贵的外食。时间久了后，就有可能会营养不良。但是即马有即个行动灶卡，即个移民妈妈拢足欢喜的，会当煮一寡真思念的家乡料理，互家己的囡仔食。Après, en mon pays, je cuisine pour mes enfants, pour ma station. Il est bien. 镜头转到非洲的赖比瑞亚，一台停伫校门口的车，看起来敢若是伫接送囡仔上下课的校车。但是这个囡仔爬起伫车顶了后，煞毋是要转去，是坐落来开始上课。原来这是一台电脑学习行动车，车顶有10台电脑，让囡仔会当实际操作电脑，学各种甲电脑有关的知识。发起这个计划是赖比瑞亚科技专家 Cooper， 伊讲伊当初一直到读大学啊，佮连要安怎用电脑拍字都袂晓。因为伫赖比瑞亚庄下所在，根本就真罕的看到电脑。With this lab well equipped today, we can move anywhere and conduct training and to children, to youth and women living in underserved community. 目前伫赖比瑞亚只有26%的人有伫使用网络。Cooper 希望有这台电脑学习行动车了后，互更较侪囡仔，至少伫高中毕业的时，拢会晓一寡基本的电脑常识。记者甘恩恩编译。即马路卡电子支付介方便，毋过因为干那看数字，嘛互人开钱较袂感觉心痛，就安尼会开愈侪钱。而且即马万物拢遮尔贵，伫咧美国就有人开始佮使用现金，通好掌握开销，加减啊欠钱。Hi, TikTok. Come cash stuff $234 with me. So let's go ahead and get our cash out from the bank. 25岁朱迪亚两成也伫读研究所时阵就开始使用现金消费，伊将钱分装伫透明的钱袋啊。Of course, the first one is always Judea. That's me. I'm putting in $40. I feel like I deserve it this week. Get something nice. Get me a treat. And then, of course, for groceries, I'm upping it to, I think I'm going to go with either, I think $50 is safe just because inflation. And I do live with roommates. We split on everything. 朱迪亚承认，伊原本也惯是愈有信用卡，啊，毋过拢是乌白开钱，加上通膨，所费是愈开愈侪，伊开始烦恼学贷还袂了。伊看到抖音顶悬有人小介将现金装袋啊掌控有权的老方法，伊马上学起来。Started off with cash stuffing. I know how much I spend in gas, how much I need for groceries every month, how much my utilities usually are. 朱迪亚甚至会将一部分的钱刷出来，对家己较好一点啊，啊，毋过无必要开的钱就省起来。Christmas is empty because I feel like it's too early to start saving up for Christmas. I don't have any kids. 另外一位31岁女性也用同款的方法省钱，每省1000块就欠一银行，结果就安尼还3.2万美金的学贷，也免费卡济苦恼。这两个人利用网络平台分享，拢有几十万的人来追随，是不是拢因达到同款的省钱效果？都要看个人的意志力咯。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第2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